咱即马热天定定拢是称高温超过30度，一寡农产品也未卖出去，就热甲烂了了。伫咧云林有一间农产生技公司，就研究臭饲仔冷链保存，而且佮甲农民拍客局控制生产、稳定价销。目前正咧开发国外市场，望佮拍开国际销路。臭饲仔采收了后，直接送入冷冻加工厂，洗好、切好，随甲冷冻起来。原本敢若会当放10天至15天的臭饲仔，会当延长保存到1年，通好做产量的调节，帮助农民增加收入。本来咱的鲜果会当保存只有10天半个月尔，那透过这个冷链的加工，这个保存的方式会当延长到1年。不但吼，伫咧这个供需的调整时，甚至风台到的时，伫咧量产时我做起来，来到这个风台时，我用放出来平均市场的价位。业者讲，2年8个月的臭饲仔，平均的价销1公斤差不多80块。不过这届因为风台，1公斤平均价销起到300块。那透过冷链加工，就会当稳定市场的价销，而且透过客族结合，甲农粮署的辅导，希望提升臭饲仔外销的竞争力。那到国外的市场的话，它上了货架之后，也许本来只能够卖3天5天，可是经过冷链的处理之后，它可以卖2个礼拜以上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让新鲜度维持，让我们的品质提升之外，也可以让国际竞争力能够提升。农粮署表示，因过热浪，臭饲仔的产量是无够供应国内市场，每1年差不多爱进口100-200吨。即嘛透过冷链保存，会当甲寒冷的时阵种的臭饲仔保存起来。去年进口臭饲仔的量敢若剩10吨，若出口的量是逐年咧增加。希望使用冷链了后，对国内农产品的保存、甲农民的收入等等，拢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